在日本时代，1921年，台湾的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，推广台湾意识影响是真深。文化部在2021年设文协奖奖，2档办一届。今年秀琴歌戏团的团长张秀琴，陈定波基金会董事长陈立碧，台北保安宫的董事长廖武智等，计共有15个对台湾文化有贡献的人士得奖。透早8点来装台啊，装台来点外搁彩排啦，来彩排了，妈妈卖骨牙来搁化，因大家落去排椅啊啦，椅啊那起来搁化妆啊。搬歌戏互人看背后的准备是真热烈。自国校3年就开始学戏的张秀琴，1986年成立秀琴歌剧团，一年搬200多场，佮参与社区工作，注心传承歌戏文化。台顶啊唱到大马啦、7里啊、10年啊，就感觉讲这种物件真正足水的，爱上歌仔戏，所以一做落到即马50年啊，佮继续要搁做。还有陈定波基金会的董事长陈立碧，伊也是陈定波的孙，伊注心推广台湾日本战后时代的画家陈定波的画作，让大众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过去。想去了解台湾何去何从，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台湾人如何定位自己？那首先，台湾就必须了解这个岛屿的身世。台湾文化协会是日本时代由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，推广台湾的文化甲本体意识。文化部伫2001年文协8年创立文协奖奖，感谢推广台湾文化的人士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我们乐于做世界公民，都是在那个年代提出了。文化协会的精神应该被传承。唔那张秀琴加陈立碧，还有台北保安宫董事长廖武智，推动关注民文化的第10任，以考古认捌台湾文化的庄锦华拢得奖。文化部表示，今年头起先有224个由各界推荐的文化推广人士，落尾竞出15个来自各界的文化守护者得到文协奖奖。记者阮条随台北报道。